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陽光鋁窗嘅負責人 Tasco。自從2012年推出咗強制驗窗之後咧，屋宇署啊、電台啊或者媒體咧都會大力去推廣，做好多嘅宣傳啊。咁加埋我哋每一個星期咧，其實都會喺屋苑嗰度咧做一啲定期展銷啊。咁就算唔係話收到強制驗窗啦，大家對於鋁窗嘅意識咧都大大提高咗喎。咁好開心，其實跌窗嘅事件咧係明顯呢幾年係減低咗好多嘅。咁相對其實需求大咗啦，近年比較多一啲新進嘅鋁窗公司冒起，咁業主咧就對於點樣揀一啲好嘅鋁窗公司咧，反而呢一度係一個難題喎。我係陽光鋁窗嘅其中一位驗窗師，作為一級嘅小型工程承建商啦，咁安全、品質、服務都要做到最好。咁始終我哋嘅工程唔外判嘅同時咧，師傅亦都受過最嚴格嘅訓練。咁另外就係講緊，始終唔熟手嘅話，鋁窗都屬於高空嘅工作。如果一粒螺絲跌落街嘅話，都會可大可小。咁另外材料上邊用到最好嘅同時，亦都係兼顧耐用啦，先至可以符合到屋宇署嘅最高標準。香港嘅住屋單位咧，平均每一個都有10至25隻窗左右嘅喎，要一日去妥善完成晒好每一隻窗嘅維修同埋防水啦，團隊嘅合作性係好緊要嘅。一般最少都要有4個師傅啦，每個師傅都要獨當一面喎。如果人數唔夠嘅話咧，好難去做得好仔細嘅。咁我哋公司其實定期會舉辦一啲專業嘅技能培訓啦、工作坊等等，定明一啲標準流程啦，令到每一個師傅咧都可以遵守相同嘅標準，提高效率同埋一致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陽光鋁窗嘅 Tony 啦。咁我喺度做咗5年噶啦，咁我就係呢度嘅客戶服務主任。咁當我哋收到客戶嘅查詢嘅時候呢，咁首先我哋會做個初步嘅了解啦，咁之後就會安排翻一個師傅去上門做翻個免費嘅檢查。咁跟住我哋就會去睇下究竟係發生咩事啦，例如嗰啲窗架啊、手掣啊，定係漏水嘅情況啦。咁當我哋去 check 清楚個情況之後呢，就會同客人去列明嗰個詳細嘅細節內容。OK 嘅話呢，咁我哋就會排期再安排師傅上門做嘢噶啦。其實每一個行業咧都會有競爭性嘅，咁只要個良性競爭，個市場就會好健康噶啦。咁鋁窗嘅需求其實好大嘅，咁多啲優秀嘅公司一齊做嘅話咧，咁啊仲好添。咁啊希望可以令到香港啦唔會話再有跌窗嘅事件發生啦。但係忠告一句啊，便宜莫貪啊！咁同埋亦都要做一個負責任嘅公民啊！千祈唔好明知個窗有問題，可能你收到強制驗窗，我哋就淨係出關合格證就算啦。咁唔去做一個維修喎，咁但係隻窗其實可能都會有危險嘅喎。而且屋宇署都會上門去做一個抽查嘅。咁啊業主都需要有責任啦，喺半年之內就去遵守呢一個強制驗窗計劃啦。咁其實上年都有試過咧，有業主係遲咗300日，咁其實都罰咗成15萬嘅。咁啊，無論你係強制驗窗或者自願驗窗都好啦，我哋最終嘅目的都係希望唔好有意外啦，同埋妥善處理好你嘅家居啦。咁記得揾翻合資格可靠嘅承建商。